今年度上大规模的婚家南就业地区博览会，26号伫城大中正堂举行，邀集59间企业，选出将近3000个职缺要来征才，吸引侪朋友来找机会。会中劳动部长洪胜汉嘛亲自南下为求职民众加油，同时为活动热烈启动，强调现在就业市场不只要找头路，更是要找好头路。其中甚至有10万块的职缺。3、2、1，请启动！要祝福所有求职者们可以逐梦踏实，指引未来，勇往直前。这一次，其实我们有将近60家的很优质的企业，那提供了将近3000个，也是很好的就业机会。我看了一下，他的薪资真的都还不错，高的甚至有到6万块，甚至有到10万块的。这也代表其实我们在台南地区的这个整体我们的产业的发展，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进展、很大的进步。很多劳方跟资方，不管是伯乐或是千里马，他们都是还在寻觅觅，也希望借着这个集中在一起的就业博览会，能够让这个寻觅的过程能够缩短，能够求职的效益能提高，大家能够早日进入职场，能够取得人生，不管在经济上或在工作经验上，都能得到最好的磨合。伫中央甲电信协力，透过就业博览会，都来协助劳资双方配合，嘛希望互求职民众知影调整脚步，符合新时代产业需求。透过甲企业面对面沟通，争取就业机会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